宏福苑嘅事件唔係單一案例，而係一條好長嘅香港黑心產業鏈，係有組織、長期、明目張膽搶小市民血汗錢嘅犯罪。第一單火炭瑞和苑3.9億，全港近年最高。2022年法團話要做大維修，每一戶夾22000至33000，近100個街坊即刻反對，覺得層樓又唔係爛到咁，點解要收咁貴呢？結果法團照樣硬推，所以啲街坊一怒之下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，直接去告法團主席同埋秘書，追討翻超過9000萬。第二單大埔新興花園38年樓齡，2016年招標，最低標都報1.2億，但係房協獨立估價只係4400萬，貴咗1.6倍。第三單大埔海寶花園，2013年報9000萬。顧問費淨係收18萬，比例係少於1%。正常顧問費係應該要有1成左右，即係900萬。呢一個收費低成咁，又係唔合理。第四單荃灣麗城花園原本係報1億4000萬，好彩佢哋本身有個建築師嘅業主搞咗個關注組，推翻舊法團，自己請獨立工程師去寫標書。結果呢，54間公司搶住入標，價錢即刻跌到唔使7000萬。由1億4000萬跌到去7000萬，瑞和苑3.9億，新興1.2億，海寶9000萬，麗城1.4億，每一單背後都係同一條黑心產業鏈。